子是不是各高兴？今天担任评鉴会考评鉴考官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方式完成评鉴考官的责任。宣誓完毕，请评鉴人员进3楼会场。这次我们也要感恩天地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无悔的用心与付出。等一下我们要进行感恩礼，请各位考生起立。请各位考生先站起来。我们稍等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的拼口令动作。请各位考生，请跟我们一起说哦。感恩天地，感恩天地，感恩上天甲土地，感恩上天甲土地，感恩父母，感恩父母，感恩爸爸甲妈妈，感恩爸爸跟妈妈，感恩祖父母，感恩祖父母，感恩阿公甲阿嬷，感恩阿公跟阿嬷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。感谢你有你真正好，感谢你有你真正好。感恩一中。感谢所有的家长以及老师们。进科举考场，为了让考生会考能够顺利进行，请评鉴助理引导考生游叙2侧的楼梯，上3楼考场。陪考的来宾请勿进入3楼考场。那有请服务人员引导陪考的来宾到家长休息区。见面了。这是我们为考生祈福所做的鼓励，感谢各位家长的配合。